欢迎收看《欧北威廉一起湾港来收听，麦片。哎呦玉林哥吼，因为伊身体无爽快，吼互伊好好休困，咱遮的员工，我进前伫你是员工？嘿，我以前伫迄个公司上班，是嘿，啥物代志拢做？伊公司倒啊吼，和我嘛有关系。是不是因为你？嘿，差不多。彤你咧？我嘛是伊的员工，我是签约的艺人。哦，迄阵啊，我是趁伊的钱的。等下哦，我是领伊的钱的，嘿，所以迄个公司拢倒啊，已经倒啊，伊两个人要先道歉无？后壁家己做艺人啊。嘿啦，歹势，先叫了一个，我边仔有一个人一直徛的。你啥要徛？你是啥？我就问这个节目，恁钱拢开去倒位啊？连买一张椅啊，我拢唔干呐。阮大个破病了，伊甲钱拢摕去带啊！你是不是感觉怪怪？后边一直有人咧喘气。哦，无。这个是做海，你知无？哦，你爱谢你哦，你爱谢你哦。好啦，今仔日阮人伫咧倒位？伫咧南投的草屯。草屯啊，是一个好所在呢。有啦，你甲遮足熟的吼。无，遮有以前是咧中兴新村，我会记得进前有来采访过。哦，你有来采访过？对。你咧，你有啥物印象？我头一届来呢。头一届来。毋过我知影遮有一个美女的主播。哦。哎呦。今仔日会带大家做伙去看卖。真的哦。哦，主播。超流行的对啦。好像啊。听讲因阿嬷因兜伫咧遮。哦，阿嬷住伫咧遮啦。阿嬷住咧遮。咱即摆来就欢迎草屯的查某孙。哎呀，林国宇。干什么了？我真正骑车来的。骑车来啦！我就说你吼，哎呦，这辛苦了。你讲口控哦？无啦，我查这啦，凉的我你啉啦。哎呦，我跟你讲，哎呦，谢谢。这是草屯上界出名的梅仔汤，梅仔汤啦。搞咧手，梅仔汤，梅仔汤。对啦。你50年就有安呢？对啊。哦。跟你白单呢？差不多呢。真白单袂啦。我无啊早出世啦。今仔日天足热的，鸡水搭，搁袂碍味。哇！这唔那是梅啊呢？内底搁有鲜榨甘草。哦。有一寡中药材，酸甜啊酸甜，对无？我甲你讲，就是爱啉这种古早味。古早味好啉，是上好啉的，天然的。对啊。所以国语细汉就啉这哦。对啊。还是讲你是草屯家搞几岁？我就是放假的。我家啦，自细汉就是讲阿公阿嬷大家嘛。每一年的过年过节就会转来。因为大家亲家朋友就无闲的，我就是过年时阵转来，围炉安尼。囡仔就足欢喜啊。对。穿新衫啊，摕红包啊，拍麻将放炮啊。你细汉爱打麻将？哎啦。懵一个。我听过一句话讲，妈妈若伫的兄弟姊妹就敢一家人，阿妈若无伫的兄弟姊妹敢亲情。亲情，妈妈是一个伫咧家庭内底上重要的角色啦。妈妈手弄菜啊，你上怀念的啊，伫咧阿妈因。其实就是阿公阿嬷煮的菜。对啊。转来的时阵，伊就足久无看，就会讲孙啊，哇，看起来足瘦的啦，你加食看啦。对。我阿妈常常安尼甲我讲。对啊，太瘦啦。阿妈骗你十几档啊啦，骗到你。我阿妈是骗我的。你讲是恁阿公阿妈带大汉的？是，我嘛是。哦，所以无足亲呢？就是讲大概转来对我足好的，就安尼啦。真正是我想要食啥物物件，伊一定会煮互我食。有一届我印象足深的，就是讲我想要食迄个蛇汤。你哪有这种想法？你怪怪的。我就人食蛇汤啊，我就想要食嘛。对，蛇汤去食，去掠一条蛇。你阿公叫异想对不对？两家来相加，古早人讲我是乌蛇，白是白蛇。一个遮感动的故事，拍水，互你勇敢。去掠蛇转来台
真正煮蛇汤花。哎呦，种查某孙嘛是真特别。嘿啊，阿姨亲身去抓抓中央讲要啉蛇汤。嘿啊哎，，就阿公阿妈听孙啊，做特别的。来，到位啊，咱到位南投国术馆，哦，哎，国术馆哦哎，国术馆是要去掠卡的啦，卡是漏掉还是去拽掉？周围你怪掉。嘿啦，欢迎欢迎。哇！哇，古早味呢。嘿啊，哇，哎，迄个古早时代物件一呢。本书甲袂歹呢。无啊早，嘿，哎，老师好。来，开哦！来，注意，大家行咧！老师好，各位同学好，请坐。谢谢。老师食便当啊，哪领导啊？嘿啊，我准备足侪物件互恁食。恁拄则讲我是老师，其实我是校长。校长兼讲经，对无？啊，请问拄则倒一个是上尾仔入来，请出来。啊，大家拢，大家A卡底 A V 底，大家拢讲你。人下卡底，迄是你。对。无，我是头一个入来的呢。安尼恁两个协调，看什么人要出来。哦，伊啦，你两个做伙出去。做伙出去。伊咧共欺负啦。你迄阵敢讲有即种的处罚的哇，方式？迄阵嘛是爱拍手啊。嘛是安尼啦。伊啊。安尼咱先拍手，过来咱等下举。卖。好，来手举起来，过举好啊。行李啦吼。好。恁听看这声诶，声。好。我要拍，好啊拍。叫啥？我来帮你拍。你要拍？要紧，嘿。好弟，我慢慢来啊，我要先下课啊。系啊。很老。我那要拍较袂定。哦，较袂当哈。拍床呢，敢会当？来，拍头一定。啊？卖头像唔免。无啦，嘿，无即摆要安怎？我爱先拍啊手法啦。哦，爱处罚，哦。惊手吧呐！其实我是行伤紧的呢。你是头一个是哦，来，这互你骑，你免手，我用演的，啊你免手大，来。好。来真的。今天看邱老师。我咪讲用演的对嘛？你看我已经感觉到啊。哦。一直错。哦，做听的啦。这个就实在呢。这实在呢。这是顶条。顶条。真正顶条。啊，慢食啊，袂哎。讲两个就好，我搁慢食的。啊，搁有。提一样啦。我买一件，我买牙一个。哦。校长是原来看的，你看。好啦。这爱后壁。后壁。后壁，出团啦。其实我校长我足悲哀呢，我伫车顶无椅啊，我即嘛有椅啊，我用夹的，我袂当坐，我袂当坐。哭嘞。手举后顶，太空里。哎，姿势有标准无？有啦，标准。就按照10分钟啊。10分钟。啊，我才等起来。我会使扛，但你袂使扛。好丢，这个故事馆是咧创啥的？系啦。哦，这第一讲30分钟不要紧。校长不要紧啦。介绍。我是行较慢尔，无遮严重吧？阮这故事馆吼有36个主题，你主题这主题拢超过半点钟啦。挺好啦。我妈妈真正够啊啦，太够啊啦，我再到厝甲你讲啦。你咪听，爱给小等下去车顶坐啊。机关来炸炸我。啊，其实恁今日来吼，阮有准备真济节目要甲恁佚佗。哦。
有诶物件拢会先互你摇，看这是什么用途，你若摇会着，机那边一支，好听讲诶，我要食无问题。这位秘鲁是头丢夫人啊，这阮夜间部的夫人，夜间部的夫人，好，安尼听众们，好来，大家各位，你毋知捌看过这什么物件无？唔慢呢，刺激感，对，这感冒药啊，你已经叫做，这应该是一个扛棒对无？这是就是古早的假药包。加油！每一个家庭拢总爱有的假药，等于是行动的西药棒。啊，我听这个咧借问者，陈丽君，你是什么病过身的？屁股喘，啊，迄第一遍啊念黑菇扫，黑菇对哇吼。啊，你知影黑菇扫，咱较早吼。是咪唔捌字，是咪足多？对。啊，你写字伊嘛看无，所以爱安怎？用画啊？爱用画啊，只爱互你用。啊！只爱总共有8包，多一包是食黑菇扫，互你用。我看者，黑菇扫哦。这有虾啊？系啊，这有虾啊。迄桂林，迄是桂林吧？有菇叫啥物？扫手啊！我俩做黑菇扫。有注意哦。有呢。啊，这你若不用台语念嘛念不出来。对啊。原来因为较早就开始谐音梗了。对啊，黑菇扫啊，有关呢。这就台语吼会趣味的所在，就是这样。真大心呢。大家拢唔捌字，但是咧，你用画红啊，甲看红啊就知影讲，哦，原来这就是食黑菇扫，对吧？哦，啊像这画红啊，对吧？吼，这是头壳这发烧，啊这啥？啊，其实较早画红啊，咱即摆咧翕相吼，拢爱用这，咱就翕相。哦，这个听。哦，对。3连拍。人伊早人就想着，替咱想好啊。哎，对。这些物件，听我讲，恁拢唔捌看过。好来，第一件这是啥物呢？哇，这是啥物啊？是鸡蛋。这支有粗无？这个足粗的，粗的哦，佫有喇叭的哦。这种乐器，喇叭，粉红的，对不对？哎，你讲安尼，伊有对，对，你分蔬菜煮菜，你香茶香水，不是？还是古早是来切头毛的，对啊。安尼切好大。安尼啊，安尼。有声，有声无风，把呼。这较早就是船的喇叭。咱咧换船咧驶船中间有当时啊，若起雾，船头前就看无啊。啊，伊讲来到港口，是毋是爱二喇叭者？无等下烧崩。迄船啊，咧烧崩，毋是像咱赛车讲随动啊动的做，船是啊，伊咧行中间，你若要动哦，无要紧，所以伊爱先有喇叭，对吧？啊，这就是气，咱讲属于气笛。喇叭，我是希望你看。好诶，准够啊，有无？伊这个生迄个起的。是啊。来，你来试看嘛，来。你唔知摇会开无？准备搞啊，准备。真甜呢。准备搞啊，准备搞啊，准备搞了。大船入港咯！哎，这当练马术诶，练马术。系啊。哦，安尼恁知影无？我知。哇，这第一项诶吼。哎，到今嘛够有声，够香诶，够料就好诶呢。这日本时代个留到今啊。哦，安尼足久啊。第二项嘛要互恁用，嘿，这啥物件恁看有无？看望远镜吗？可以无啦？我知啦。钓鱼啊的啦。啊，钓鱼啊，是不是一种笑？讲这钓鱼啊吼，是安尼，外形有了有成啦，有成。啊，但是实在用途毋是钓鱼啊。嘿，是安尼摕咧安尼。拍电影。哦，这钓，这安尼，要不钓。
我看个有风传，对。我在找头毛的，唔是啦，我在打电话。哦，你刚才在吹头，啊你袂用迄支戴森吧？戴森，熊仔戴森，这看到阮做兵都要准备这啊。哦，做兵发电报的。万不因吼，这种拐拐，有人要拍过来，这就警报器，对啦，哦，这大声。空警报器，空袭咧用的。哦，因为咱一般空袭的话，是毋是第一个对伊电力的设施先甲拍掉，就无电啦，无电，你讲迄个分局派出所有迄个有警报器嘛无效，警报器，所以要用手的，要用手干。这大的，一个就大声，一个就大声哦。哎呀，点如来的大对吧？吼，给你。嘿啦，安尼厝边头尾就就知影啦。赛车。这么竞赛来嘞。好香哦！哦，我有大声哎，人就知影嘛。或者，和你有啊？越来华，这家里的酒干那话呢？越南花，这东西卫生棉。哦，你来，袂前日就互你摇着。真的哦，你会知？你有对啊？你都用越南，我你用这。你几岁啊？你讲者？我70岁前，这假啦。你念看下这写啥？台湾总督指令第704号。所以这是日本时代的。你用的？台湾总督府伊发的一个证明，讲你会使你这个物件，会当入来，离台湾咧卖。当卖啊，会当卖。啊，这越南话是有影是伊咧讲无？我袂摇着。透开内面是安怎？我透过你看吼，哇，真正。这是茶包吧？是棉。这泡棉有没有？这边那坑，是那坑，阮大个甲摕泡烧水甲啉掉。臭秀嘛，你讲看啦。这个形状无啥对。这校长你会当示范互因看哦。后边快点有说明。We ready,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we don't back down, no. Let's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 我透过你看吼，哇，真正。这是茶包吧？是棉。这是泡棉有没有？这边那坑，是那坑，阮大个甲摕泡烧水甲啉掉。臭秀嘛，你讲看啦。这个形状无啥对。这校长你会当示范互因看哦。后边快点有说明。这早囡仔咧用咧的，用的。 20部的啦。嘛无共啊，这就是用用踢入去的啦。用踢入去，啊用吸的，伊会吸迄份。这第一代第一第一代卫生棉，系卫生棉条啦。哦，这真厉害呢。哎，和你有这啥物件？拍乒乓的。系对呢，拍乒乓的呢。哦，你讲安尼个，我真好用啊。啊，也有诶，这衫，这衫无这细领吧？对啊，跟啥物有关系啊？这是用食的对无？甲食有关系对无？唔是，啊，我知影是嘛是甲钱有关系。哎呀，对，安尼和你有着。哦，哎呦，唔对啦，敢若是咧分用角仔对无？分用角仔。咱即摆拢用纸钞较济啦，对啊纸票，但以前拢是圆角仔。啊，啊，圆角仔真多，你知道，一盖一包哇，伊迄个生意人哦要算哦，哇，足麻烦的，对，所以就用切的，啊，这个切的。啊，伊即摆切中间伊就走入去啦，啊，伊走入因为伊有固定的一格，这总共是50格，哦，切好了就50哦，个，切的就是50个。 50个啊，就倒落，50个倒安尼。哇，哎，工作真巧的呢。啊，无你切一你啊算甲甜圈算对吧？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咱今日教室的上课到这为止，班长来。大家站起来哦。哎，来，敬礼。多谢老师。哦，多谢各位同学，谢谢。谢谢。来，
来，各位同学，嘿嘿，咱今晚过来要来看咱的干妈店。哎呦，啥咧叫干妈店？什么拢有，嘿，较早的干妈店吼，卖鱼煲足多，啊鱼煲啊，还是讲一寡海鲜类啦吼，因为海鲜类，伊用干毛啊吼，底遐物件。哦，干毛啊，就是迄个竹编的，嘿，啊放伫头顶，啊就摆伫门口，啊看你卖啥物件，伊就伫咧卖，所以叫干妈店。哦，啊，咱请入来内底参观吼。哦，啊，啊，干妈店上重要一定要有饭啊。哦，爱有饭啊，因为不光讲买糖、买盐、买卵吼，买啥拢爱用饭的。哦，啊，这饭的真趣味，这饭表、饭子、饭表，这饭子，这个饭子吼，这个饭啊吼，这个饭啊，啊饭啊嘛有大鸡嘛有细鸡的，啊甚至个大鸡用饭人的，哦，饭人的，哦，体重这啊人嘛有咧卖吼，嘿，古早时代有啦，有啦，无啦，迄个古早是有影，我有迄卖囝去，囝啊个查某囝拢有咧卖，啊，囝伤济啊。囝伤济饲袂起啊，啊，无法度爱用这嘛还有就是你有种卖，想毋是用饭的，哦，迄是总爱买尔。哦，迄阵啊，过来干嘛店有卖啥？薰，粉啊，薰，哎，这是金蕉诶，金蕉粉哦，薰，哦，这薰啦，薰无，我这薰嘛还有白呢，天白，粉白，哦， M9，啊，这就薰，这拢古早的薰，嗯，哦，有上有名的就是迄个丁寿的，哦，长寿，丁寿的，哦，啊，个新郎的，哦，啊，过来这上面恁看有无？啊，就在放粉棒的啊，这边的薰，这个地里也喷来喷出来啊，哦，哦，那你去，吓死我，刚开始。这内底已经无啊，对无？干嘛风尔？杀虫啦，这内底，这内底地方啊水，对吧？哦，地方啊水，底落了扫好，啊，即摆扭开对无吼？嘿嘿嘿，二月气灌在下底，啊气对只走出来，对只空走出来啊就喷了呢吼。哦，有无？有啊，有风无？哦，就大港诶，真大港吼。较早上有名的金鸟，今麦日本还有呢，这白金子，蕉哦，这摆做日本上盛，啊，日本来的啦，历史上久的。嘿啊，日本来的，好听哦，我想要问一下，嘿嘿这是什么物件？哦，这就是较早吼，古早时代吼，这钱啊，哎，蠓豆甲布，摕凳条，这帮打就打钱诶。有哦，蠓豆甲布啊，你有看咱老照片，嘿，迄穿的衫裤拢真安尼，布甲安尼遐布遐布，所以好的好布若规批的吼，迄拢值值钱。啊个蠓豆嘛是，蠓豆规领的，较早蠓豆吼真贵，因为迄种用手工累积的，所以蠓豆足贵的。啊，所以有人嫁妆就是摕布，布哎呀，拢准备嫁妆啊准备布。过来，我搁甲恁介绍。啊，搁有哦，哇，恁这么咧洗衫，你是用啥物来洗？先生，金帽，来较早是用这洗衫粉，洗衫粉，非肥皂，非肥皂，就是毋是肥皂，沙文泡，这是洗衫粉，这衫粉，洗衫粉。你有看到遐有招牌无？天香洗衫粉。啊，搁再来，你看到这？香铺，啊，一包诶，这个嘛，刚才有哦，这个有诶，这个这洗头的一包诶，这古啊，这早毋是为做做咧食的吗？来，你食一包，你先食一包，这是油，这古早对嘛吼？为啥？古早就先有洗头毛粉，哦，洗头啊，尾仔才有洗头毛膏。哦，上早就是干粉尔。哦，我这个吼已经放差不多60年啊，但是你要有迄香味，要有香味，要有香味。哦，啪，啊，这时我会留咧，因为我较早国小，你就知影国小的衫裤无偌大领，我就放伫这楼底啊。啊，想要放伫这楼底啊，因为香香嘛。啊，阮咧班的女同学就讲，哦，你来遮香。今个你有传着笑话。安尼这间到这为止，差不多。过来话，过来看红仔色。哦，哎呦，搁有呢。好，来我请请教者，
罗大佑伊有写一首歌叫《童年》，对吧？哈，对，童年伊有讲到啥物无？童年哦，伊有总讲到这诸葛四人摕宝剑，哦，有吧？歌词内底有啦，有啦有写这嘛吼嘿，伊咧讲到这，哦，这就是诸葛四郎，叶红食伊话叶红甲，哦，伊诸葛四郎不打，诸葛四人就这，这真平，真平，哦，伊两个，而且林小弟，哦，这种歌，这是歌册， 50年代。哦，年代漫哇，阿妈册啦7块5角，哎，哦，就贵7块半呢，哦，足贵呢，但是阮这吼，阮这助理对话吼，嘿嘿一届5角，无讲哦，所以我15个人我会趁转来，哦，我较早开人这店，啦，你不是干妈店的吗？我冇开这，好拢有哦，真正好呀啦，好呀不啦，哎，迄阵敢有古早时阵，较大人咧看迄种，最大爱看。大人嘛是爱看这啊，我知我意思啦。慈母我爱，暗时节人困袂去迄种的啦。查甫人咧看，啊看，爱看这啦，对啦，满头话啦，满头话较会画一寡，你看大人的啦，查某哦，啊看了会当想要结婚迄种的啦，等大人。哦，等大人就爱看这本啦，这拢50年代呢，歹势，你两个人是咧即马在有心协同吧？无伊讲是大人看的啊，啊不是讲看内底有啥物啊，啊结果啥物拢无呢，我有一回，嘿嘿我嘛坐伫阮咧册店咧看红仔册，嘿，啊我隔壁，有人咧偷看。我隔壁嘛咧看，啊看，我讲我看了伊无看了，伊甲我笑我。凶啊，笑我花姐，哎，伊若教笑我，伊就免搁立，每个人。免搁立一本字。啊，我想讲，大家本来看我，是偷鸡囝你咧。跟你说。啊，你来你甲我讲这。过来，我隔壁，我隔壁哦。隔壁，有惊变啥？隔壁就是华办印刷店。哇！咱这咧印名片对嘛吼？一届拢彩色的，拢彩色的。啊一届拢好印咧几啊百张，嘿。拢4盒啊5盒安尼。系啊。啊，但阮以早咧印对无吼，阮一届是印1盒，啊，迄个一届印一张，一届印一一张。届印一张。真哦。这字摆好，字摆伫遮，嘿，对无吼？这个是油墨的所在，你插真油墨的所在。啊，这我即摆印去对无？这是像橡胶嘛，橡胶轮啊嘛，啊起哩对无吼？伊就勾着油墨啊。哦，伊会勾着对无吼？伊会勾着嘛对无吼？伊会勾啊吼，啊勾着热迄时，你是毋是会对这字润过？润着字嘛对无？对，所以伊这个啊，这N字，这字 N 字都有色啊。啊，所以我字画迄时阵对无？就是我印的，因为啊。伊原理是安尼，但是佫会当用吗？哦。但是这我来用一届，我来全部爱洗过，全部爱洗过，足麻烦。这都爱我今日拢要今印10盒，我就好只要一个字。因为啊，你就知啊，你也讲咩字哦？哎呀，你是日本话呢？啊，妹子是日本话啊，对啊，是啊，我讲啊，这白这要先白板伫遮。哦，先摆好好吼，啊，这 Q 字就要伫遮 Q，Q 字。哦，可比讲公共电视、第1台，哦，还是花尾，花尾威廉，就好看。足好看。哦，咱这节目哦，花尾威廉咯。啊，咱录到要煞你，怎啊知啊？哎呀，好卡人招你就录。是无迄字要安怎？无迄字。爱做啊！爱去刻啦，爱去刻。咱台北这是摕来刻的吗？这是若读生啊，若伤歹哦。哎呦，这哦，这就是咧讲字，白字是咧用的。哦，甲讲个正啦。讲个小案，哦，小案了，则我摕过来，放伫这个底。哦，小案。其实这种印刷来讲吼，这个华版印刷伫100年前草屯就有啊。哦，这个时间华版就是讲咱咧字吼，签字。千字、N 字吼，用 Q 来用变来变去，就是华版。草屯伫1900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华版社。哦。阮有咧有收到这个古早的文字，都写着。安尼今日大家听了有详细无？哇！老师拄则有甲恁讲啥？欠恁啥物？米的冰，米
我即摆还马上准备机啊冰到明天。谢谢老师。好听。草屯听起来好算个好食呢，啊，不过草屯古时敢叫草屯。草屯古名就是草鞋。哦，你逐开垦的时阵呢，足侪人就是穿草鞋，行来行去，草鞋，行来行去，为丰原啊，行去埔里啊，就经过遮，啊草鞋清就破去啊，蹲伫遮，所以写就。啊，拢蹲伫遮就对啦。对啦，伊早经济较无好啦，啊，大家拢穿草鞋，对无？现在叫做歹去。啊，歹去就。较早穿草的人，敢毋是经济足好的？是哦，较早就是有诶拢无鞋啊通穿啊，更加卡。系啊。你有经过迄个时代哦？无，阮爸爸。伤久啊。嘿，我无遐早出世。嘿。啊，你偌久无转来啊？几啊年啊？因为阿公无伫啊，阿嬷伫搬去外口啊。啊，不过你伫台北时候，你台语讲甲遮尔好。系啊。我甲你讲，我台语毋是甲阿公阿嬷学的，我是看8点钟学的。看8点钟学听有，啊，不过袂晓讲。到尾啊是，我真正去拍8点钟。我足拍拼。为着生活啦，你就学的啦。拍8点钟了后，才会当讲台语啊，开讲安尼啦。啊，愈来愈练长。拄则校长毋是介绍迄印刷机，即摆我带恁来遮的这工厂就伫做迄网仔版印刷的。哦，网仔版哦。网版印刷。网版印刷。对。迄是足传统的呢。对，是讲印刷。嘿。基本上即摆是夕阳产业啊。哦。大家那种列表机嘛。对。到了吗？就是这哈。处理。嗨，哇！你即马就咧做啊？对，就是网版印刷。哇！你这样一个来呢？完全手工诶。恁做这做偌久啊？30几年啦，用到足正的有无？对呢。拢袂歪啊足地的呢。哦。头家就厉害。我无做过，敢有法度体验？嘿。哎呀，加到遐啦。加到遐哦。你敢加一个？系啊。甲你学一个。来。呢个是加插水配的。然后它是说配到软。哦。有3点喎，3点要过好。够好。哎，物件同款。哦，这人会定。这固定好吼。2点2个。哦，这固定。固定，啊，我要来啊。过去哩。嘿。转落来。啊，这边我头先过头落来。哦，过头落来。嘿，对。有感觉咯。有成功吗？有成功。无呢，失败。你惨嘛？你邋遢无够。哦，邋遢无够。邋遢的，你邋遢。真正是邋遢。我来一届哦。哦。背落来，嘿对。背落来。边进来就上来。哦，哇！轮流啊嘛。哦。有成功。哦，来，换你，来。咱呢除了这，还佫有做其他物件无？啊，敢若有哦，你看头家娘摕来啊。哦。你甲看没啊？哇。哦。这嘛是安尼用的吼。哇。这就水的呢。这囡仔人小朋友咧耍的嘛。厉害哦，幼教玩具啦，这叫。啊，佫有咧用啥？这红包螺啊嘛有吗？嘛有哦。这嘛是恁手工印的哦。应景啦，过年时阵才有做。哇。这毋是咧2个呢，这几百个。所以速度一定要紧啊。你敢当印这红包螺，我互阮看。啊有别个高手无？高手有啊。有哦。啊，在后壁哦。啊。你甲阮示范一下无？试过吗？好啊。
嘛头家娘哦，爱比速度的啊。吼，啊，位遮到遐拄啊好100张，还毋过2分钟以内哦。准备开始。头家娘，哇，哎，拢无失败呢。哎呀，每一个拢足好的呢，哦，足厉害的。哇，tempo 的哦。系啊。头家用30秒啊。啊，够30秒。即摆30秒尔。哎，已经过一半吧。嘿，看起来。你莫要动咯哎，阮啦。嘛无冤无仇对无？你走啦。你莫要动咯啦。这10个留一个啦，吼，免遐紧啦，哎。你莫要动啦。哎。拢是你在动咯。嘿，安怎？来，互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吼。58秒。哇！哎，安尼差不多呢。 58秒。你看伊每一个啊，同款交运哦，哦，真厉害啦，吼，本港会当试看觅，小体验一下安尼好无？啊，大家有准备好啊未？啊，要开始啊哦，雨欣家要开始啊哦，来，请用。哎呦，袂歹哦。哎，你个老出来啊！系啊，哎，头家这，我讲出代志啊啦！哎，迄人讲伊在地呢，佫是伊带阮来的呢。安尼我试看觅。哎呦，速度来啊！哦，哎呦，我感觉我敢若真适合做这哦。系啊。那安尼我今日就留伫遮哦。啊，对，哦，拜托诶，我骷髅机耶！啊，是。速度。来。安全。安尼时间差不多过去2点钟。哦，哎，会使吗？头家。OK。礼拜啊，第4啊，算真高就好了诶啊。啊。这种的物件吼，都市拢无。嘿，敢若来遮有嘛，对无？在地。对。啊？我唔知影遮有这。哎，你嘛唔知哦？哦，哎，嘛是头一届来。啊，阮去1点啊，阮要来去耍游戏啊。啊，等下收啦，吼，啊，等下当分红包给大家。好，谢谢哦。谢谢。今晚外面就热诶，大家好游台好。已经就好食诶吼。应该好食。哦，这间好食。好食。这侪人咧排队。其实伫路林看到咱车呢，会感觉足奇怪。大家都用惊着，这种车，像做手机套照。大家好，高照啊，高照。家有啥物隐藏行程会使报阮大家。 We ready,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we don't back down, no. Let's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 家有啥物隐藏行程会使报阮大家？最出名的就是来南投草屯，一定爱牛仔哦，啊拜啦，大甲仔嘛，这个最灵的，对，就是有一个叫敦煌宫。 敦煌宫是全台湾上大的财神庙，哦，这才足灵的就对啊，足灵的。你摕迄个银角啊，去等迄个金元宝，金元宝，嘿，然后看到有着，就大款。真正假的啦？啊，你看，哦，这就是我个拄则讲的哎呦，这啥？上出名的，好这标呢？好宫的古代贤妃哦。哇，足悬的呢，全世界上悬的13楼。 3楼，哇！来草屯应该要食
麻糍，麻糍有啥物？南投就是稻米王国。啊，稻米。对，啊，草屯是南投生产米上侪的所在，啊，品质嘛足好的。啊，不过有一款特别的物件，像红薯饼啦。哦，红薯饼。哦。红薯饼就是山药。嘿，山药。紫色的山药。哦。去蒸的，去蒸。用蒸的啦，甲蒸到恰恰呢。对，红薯饼。哎，阿嬷足古锥的，阿嬷90岁啊。哎呦，哇！就是因为因孙就爱食的。哦。就蒸迄阿嬷那家友好哈。阿嬷拢安尼哦。阿嬷最友好。阿嬷听孙啊，听孙啊，听孙啊。阿嬷去抓抓互你食。草屯的特产就是听孙的阿嬷。哦。这就是我拄则讲哦。哦，红薯饼对吧？对，草屯的古早味红薯饼。这看饱很正呢。对啦。寿司的啦。哦。对。哦，伫内底呢。阿妈。来，哦，是，欢迎你们，你们好。救命！哇，救命！对啦。好，紫色哎。对哟，对吧？这个是煮山药。台语是叫红薯，红薯啦。对，这个我们南投人哈，之前比较贫苦的时候，这个都是坐月子的人在吃的。哦，回来，对，坐月子人在吃啦。对，每日买当啊。应该有比较少啦。啊，这拢家己调的，家己做的嘛。对，阿妈自己下的。所以阿妈你今麦60岁哈？阿妈60岁啊，11。哇，你看起来刚18岁呢。哇，你看阿嬷欢喜啊！为着食你都袂来。哦，谢谢啦，好啦，你3地我2地啦。分给大家食啦，分给大家食。阿嬷的爱心来拢有，最好食的啦，一定要来捧场呢。哦，好食，外口跳起来来变香了。对啊，真材实料哦。哎呀，而且拢无掺粉呢。天然的味耶，天然的甜耶。这最厉害呢，佫袂伤甜，然后愈薄佫愈香安尼。啊，这甲你细汉时阵食的敢同款？敢有同款？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哎呦！哎呦，哎，嘛最最大啊！不了有成呢。阿新来者，阿新。哎，对。厉害哦！哎，有恁2个阿嬷会当退休啊！加班啊！加班啊，嘿啦，嘿啦。我2个加班。恁2个做这个做比做给恁赚的较多。这个可以先了吗？对，你可以，对，你先就。哦，还没有很强。哎，这样就可以了，对。好厉害哦！你有下过厨哦？现在下过厨。啊，你管到哈？阿嬷，谢谢啦，谢谢阿嬷，谢谢哦，好食好食。你看我一个吃完啊。谢谢。哦，大家，我带恁来吃吼。嘿，这是什么所在？这就是草屯的工艺馆。哦，工艺馆。草屯就特别工艺的。啊，就传统的物件。对啊，就素的作品呢。哇，看卖一个。好。哇，啊，来去找一个总干事。哦。总干事。哎，拍摄老师。漂亮啊，拍摄。来，谢谢。老师会啥？啊，草下屯。是啊，这就阮草屯这旧地名啦哈。啊，阮是一个社团，一个协会，叫做草下屯
乡土文教协会，就是阮伫87年成立，就希望来推动阮草屯的一寡历史啦、生态各方面的，互大家知影，大家草屯人拢会当共同来甲过去的一寡历史吹出来，推广出去，这是咱阮的成立的目的啦。就有意义的。后来像讲草鞋嘛，稻草做，阮草屯的稻啊是阮规南岛生产上济，是。阮就请老师来甲阮教做草鞋了后，草鞋历史用这编这稻草的这个方法呢，佫有一寡鸡啊啦、金鸡母啦，龙啦、人龙啦，做花啦，也是互囡仔要佚佗的也是老大人要佚佗的，即咱讲做 DIY 啦，设计一寡这课程，伊家己来，互因会当来耍大家嘛会当来做看卖啊。好啊，我请一个黄老师，黄老师伊讲起来就是国宝啦，伊是真正我学生仔时代的老师。嘛是阮第一代这个草鞋这个师傅教出来上优秀的老师连伊来甲大家来介绍讲变怎做草鞋。谢谢大家来做草鞋，谢谢来，谢谢老师，一家来。阮请阮这个黄慧珠老师来教阮指导谢谢麻烦啊，谢谢。这草鞋看起来一只船啦，有2种材料，一种就是稻草，一种就是用乌麻，会酥酥的乌麻甲稻草。即马咱请黄老师甲咱教，咱连面认真来听。即摆开始拍的时阵，咱鞋啊是对头前拍对后壁来。传统的草鞋是有，阮拢讲这一百啦爱3百。嘿，是2上2下，应该拢有读过册的人我甲你讲2上2下。有的人会做啊，你无一定哦。好，2届对吧？2届。 3届，2届，2上2下，3届3届中，无，这无唔免啦，这免啦嘛，这免。这啥？这支草的条啊，草的条这个叫做草的座，咱利用。这不是底迄个油饭的迄个？这不是咧乱讲啊！好啦，油饭迄是饭时签啊啦，就是的。来，安尼。有够安尼。有听就要声呢。好，咱即摆就是继续吧。阮总干事讲，这个是经线嘛。是。我即摆这是纬线，是经纬落去做尔。即摆变1上1下。头做了就爱变，爱变。我即摆要做这个面要为什么会做安尼出来？爱走一个 S 型3届。我即摆要走这小梁哥听有啊？你是做一个烤架椒嘛？是安尼 S 型对，你过来了，接落，搁一个长腰，这个甲这个搁长腰，安尼这一届对吧？上重要，这草爱钻哦，国语叫做捻，爱钻要水哦，钻要水，钻2届啊，钻2届，嘿，安尼这就甲钻掉了啊，对吧？对啊，嘿，这草有先讲过，你才好钻，有讲。你会用摸看卖？软嘿，讲看卖嘿，嘛是会当食看卖啦，会使去看卖啊，都会使。好，咱过来了，1、2、3对吧？怎扭平过来？好。你中间袂使甲钻，滚落去将鞋啊会冰。会冰存。嘿，钻的所在只有加2边边。这就搞工的呢，做一箱安尼。黄老师，你上紧会使做几分钟？1点钟做1箱。哎呦，来做啊，有啊。你我鞋啊拍草鞋甲呾拄好，民国93年甲呾。20几档啊哇，厉害哦！无啦，无厉害啦。你是细汉就有人甲你教的？无，我退休了，阿嬷才甲我教。你学偌久就会晓啊？1
济看人啦，哦，那是看起你看阮这大家普通讲，我都。是，老师，阮刚会当去看卖啊。会啊，嘿。嘿，都会来勇敢。哦，无啦，去看卖啊嘛，啊，这嘛这做这当时啊，这拢是嘛。好，安尼咱即摆来试看卖。对对对。好啦。大家先把这个用起来，这个。哦，会用诶，这较快。会啦。哦 ，OK。哦，谢谢老师。哦，我这差下路的啦。三叉下路。好啊，然后就安尼。这是你边仔拢无讲，讲无迄个，我甲你讲要讲3届啊。哦，唔对诶。头一次看到你讲安尼啦，小亮哥。你讲老师刚刚无用我一个就到。嘿啊，你做这草的真正无简单无简单呐。哦，谢谢谢谢。因讲吼，我是今仔日吼做了上好的一个学生，逻辑最清楚的。老师是讲我这编了编出甲人编出感情来呢，因为我有放感情咧做这双鞋啊，我的双手就细腻的啦，安尼。我甲你讲，这双鞋啊，我若是编起来，我差不多会当嫁啊。无人要娶你，你嫁我啦。哦，我编得足好的，好无？我甲你讲，老师真正厉害。我做了真正歪狗起床，唔知影是要安怎。敢会当，这敢会当。爱学会手改。哦。改。无遐尼啊简单呢，我体会着妈妈的心的感觉。好，我到即马还搁咧学，我头拄仔做遮济哦，啊老师一看颠倒去啊啦！你再看，老师我已经连做2届安尼。你再看，老师那安尼我今日就困食。嘿啊，蛮好啦。阿妈，这足困难的呢，其实，这古早人的智慧无简单。哦，我这是用性命咧做啦吼，这个哦爱有耐心，搁要专心，吼，这无简单呢。哦，拄仔老师讲啊足简单呢吼，你家己来用你就知。啊，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教的学生吼，我上满意。大家，嘿啊，大家拢会晓啊。以前我拢教袂晓。今年这有够简单的啦。我上水吼。无，王彤比你较水，你甲注意看，你甲注意看。伊的手势，手势是正常的。我他妈比阿喜较水啊！我是鞋仔歹的，我人水。我买几回啦？安尼啊？那我这拍吼，这95。哇，95哇，98。99.9。你的99点，安尼我也应该差不多100外分啊。100外分，101。哇，101。嘿。真是诶，嘿，我根本就还未开心诶，老师。我做诶拢互你听条安尼。你的分数嘛，就无通参考的呢，老师。是啊啦，伊迄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呢。你讲超过啊咧，你无讲撑入去咧，你啊看你拢讲，我嫌高，以上，你拢无伫讲加草啊。我甲你关心啦。嘿啊。阮大个拢安尼学袂乱插呢。无啦，伊拢学袂来，伊个插衫我就看无。有啦，伊若一上一下，啊，伊就是无加草。真的好吧？人拢是愈做愈长，伊若愈做愈短。你嘛一定互老师听掉吼。嘿啊，你颠倒头做啊。老师做啊，这段。对，拢是老师做。嘿，拢是伊做的。啊，即马。那小杨哥，你到你家做。你到你家做啦。我后摆还有活动。还有活动。好了再敲电话给阮哦。好，拜拜，辛苦啊，辛苦啊，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啦哈。乡亲啊！
相亲的朋友啊，抽老的啦，是啦，对啊，超准的朋友今日都来抽红包啊！最介意的部分就是这个啦。是，哎来，对，嘿，自我介绍一个，来，嘿，你是叨位来？你都来。南投关，迄个寿顶江棒球队啦。哦，棒球队，哦对，有准备个来一个啊。来表演者，我是寿顶江。哦，恁哦，真啊，平常时啊拢来恁啦，嘿啦，来后一队，下先一队啦。你好，这是几岁啊10岁。啊是虾米队的？排球队。排球队啊，哇！哦，啊有队呼无？嘿，紧嘞，互因歹看一下，来， 1、2、3，中兴，加油啦！抽红包啊！厉害！来，哇，这厉害哦！看起来较资深哦。嘿，来，有的做偷小的哦。活了较久淡薄啦。来，是南投来的垒球队。球队啦，哇，厉害！所以今仔就有信心让抽红包了。当然有小可啊。兄弟，传队呼传好不？我的队伍足厉害哦。来，表现者，来是白手脚。水啦！哇！哎，不要讲有喵诶！这高哎呦，足温柔的啦！哦，啊，今日是要算什么游戏咧？我们进行头一关。关叫做什么？四支草，几条路？安怎算咧？咱一队啊派2个人出来。2个人啊，有看到边仔都有这差不多有草比赛哦。嘿，你是要用的啊？你是想办法啦，啊接水过去对面。哦。啊，计时1分钟。1分钟来计。看谁的水较济。哦哟。啊，这是要熬咧，家己想办法，看你熬做碗啊，还是较大较细。我会当好搁较济的水。对啦。家己想办法。啊，1分钟上济水的人就赢。哦。简单啦，好不好？头一组 PK，阮派出野林队，嘿，都有一队乡亲，乡亲也都赢。啊，相对啦。来。恁两个看起来就厉害。对啊，手做有力的。嘿，啊，普通时啊感情有好无？有啊。这是我基本样吗？不是哦。同学啦。同学。有同一班吗？无同班哦。哎呦，那安尼感情哪会好咧？啊，平常时啊杀球就厉害，就大力的吼。无啦，歹势。你讲到尾，敢若无什么信心呢？阮野林队要派出来是。嘿，是姊妹啊。感情就好诶。来，互你看，姊妹啊的感情。谁问啊？乐，通。来啊，我红包传好啊，你讲者真正有厚度啦。哦，有无？妹。哎，要来争取一个啦，吼，啊，准备好啊未？好啊，来，请就位。来，这是冰诶。哦，啊，人兵都伫这边啊，来。哇，你拢做好啊，吼。是啊。啊，先来这边，阮臭大你为之间呢？而且我咧做超 A 啦。超 A。咱袂收大声。啊，你敢会做同期啊？哎呦，我都接水吗？哎，你知影无？恁刚才应该用一个尔哦。嘿啊。一个。头一个人出去，第二个人转来嘛是爱用。讲一个啦，我，来呢？啊，恁就安尼啊，吼。啊，对面呢？那做到就白的呢。哦。哎呦。我来同时啊，好啊。同学。哦，你是小魔女哦，你是要飞出天啊？这位朋友。1分钟以内哦，吼。来，一支草1点咯。准备，开始。来。我连口都打不了。哎，刚刚无什么水呢？哇！哇，在咱家变成小面的啊！哇！哇！你换新的无啊？哇！野林队起笑啊！ We ready,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we don't back down, no. Let's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
哎，刚刚无啥物水呢？哇！哇，在咱家变成小面的啊！哇，拼落呀啦！你换新的无啊？哇，艺人队起笑啊啦！哎，谢你哦，谢你哦。哎，那你们谁讲？系啊。换新的。上尾30秒哦。哦，30秒啊。哦。喂！哇！哎，你这已经弄计算的起小面啊啦！啊！加油！哦，喂！叫他已經都冇水啊！上尾10秒哦。起碼用目睭看的，你應該較厲害哦。 5、4、3、2、1，時間到！我甲整2滴啊！用你的口噶啦！喂！哇倒手的是艺人队的，工会啦。哦。哎，这边看啦。哦，东欧较厉害呢。哇！哎，这排球队较厉害诶。成功！哇，是啊。较看起来较济啦。较济啦。味道足粗鲁的呢。有够粗鲁的啦。备用蛋的呢。规面蛋起来。这个外面耶。哎呀。安尼啊。规面互你喷甲拢是安尼。啊，这两个敢是好姊妹。我靠，有咧，我讲的感情好。你袂算咱起笑啊？啊，你就会当参加阮的 round 2啊。种子队啊啦。 round 2啦吼，搁有一回合。那即摆换后边的相亲啊。挑战亲哦。准备好吼。哎，手拢举起啊！了解。好啦。大家已经准备好啊。啊，即摆是垒球队和迄个棒球队啦。来。哦，野球队搁有迄个垒球队。哦，咱队已经来啊，吼，啊有信心无？听起来敢无？敢开，无啥开。啥细声哈？要唱声者无啦？系啊。唱声者。 无啦，有啦，你管你笑因两个痴呆。你有举棍啊，你搁会惊伊？你是有棍啊的人，你搁讲我讲的，我无呢。对啊，有啥物话爱讲讲？系啊。无啦，大家互相加油啦。叫你温柔。啊，你有啥物话要讲无？对啦，甲弄落啦。请几位。好。你哪听笑哦？你看你还袂开始，还袂开始。我这段互阮讲这话好无？还袂开始咧。落野去还袂跌落，你就冲出去。就1分钟以来哦。准备好了没？好，几点了？开始。吹落啦！刚刚无啥对刚刚无，刚刚有啥？来。会哦。这里。哇！这就没讲哦。这组敢若无啥水哦。系啊，对。还谢你哦，会过咯。谢你。搁30秒哦。加油一个啊！搁30秒哦。来咯！够有时间。搁20秒哦。20秒。准备20秒哦。袂歹咧。你去甲隔壁迄个零条啊！上尾10秒。6秒、5秒、4、3、2、1，时间到。你口，OK 啦。你有会训了吗？其实看起来足济呢。足济呢。啊！恁这是有啥物撇步的吼？我感觉拢是因为爱。哇！我搁一个爱心。无关系啦，这无关系。搁一个爱心呢。是因为爱。差就多呢。哇！用看的就看得出来啊啦。哦。啊，你唔是对球员在穿干呢哈？啊，足够无运动哦。伊投球。免早就走啦。哦。啊，两边看起来应该是野球才会赢。有
对啦，对，快要来 PK 啊吼 ，PK 赛开始。哦，先恭喜两队啦 ，PK 赛选手啦。哦，这届就有啊吼。哦，啊有啥物撇步会当小讲一下啊？走较紧的。走较紧的啦，啊这排球队一定要走最紧的啦。嘿啊，唔是走路，是要接球，走得变接水啦。吼，啊，拄啊遐有啥撇步？因为你内底迄水是上济呢。嘿啊，最厉害。较杂啊。哦，要较杂巴的啦。较杂的。哦。啊，甲妹妹唱啥子？啊？较不好意思。加油！加油！啊，妹妹甲唱落啦。对啊，啊，即摆咧做人设对啦。跳工的啦。哦。啊，妹妹讲有啥物甲讲。嘿，甲讲者啊。唱先。好，谢谢。大家客气啊。当然来啦。来，请几位。好，准备好啊未？嘿啦，小量一。那妹妹呢？对啦，啊你是阮赢的啦。听讲你头段你对讲你还要滑嘞。滑嘞哈？搁要滑嘞哦。哦，对啊啦。对啊，哦。教练没有教。我5万呐。系啦，5万应该无够哦，应该无够哦，吼。准备好啊未？来哦，一支草一点咯。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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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已经真脆。哎呦，哎呦，哦，头一届就差哦。哎呀，系啊。刚刚做到足轻松的呢。对啊。伊就认真的呢。妹妹要考啊啦！加油！加油！加油！妹妹加油！哎呦！哦，豆豆啊走，豆豆啊走。这个好像要紧张了。哇，那这样我就得水啊！加油，全部10秒哦！一定要最后演。哦。它很扎实。好，上尾10秒哦。秒。5、4、3、2。哇！啊，即马吼2关拢伫阮这边啊啦吼，啊先看倒一边。先看妹妹。来，甲大家看卖啊！哦，比顶届搁较济哦。差不多有进步。哦，啊，要看这野球队的无？滑垒2届。来。哇，这泡有路。尾气较大啦。嘿啦，这夜鸟应该袂过哦。昨暗困哦。哇，伊拄啊搁有滑垒呢。系啊，搁2届哦。伊拢感觉足轻松的呢。啊，哦，这安怎用的？你小讲一下啊。小教一下。你这卡是安怎创的哈？对啊。安怎绑的啦？讲一下安怎创的？绑甲足暗的哦。阿公有交代。阿公有甲你交代哦。保庇的啦。你看到即马拢还袂散哦。足甜的哦。系啊，足甜的啊。哇，这较厉害啦。好啦。这关恭喜啦！恭喜啦！来，通，来。恭喜1点咯。哦，来看后一关是啥物？哦，对啦。这关要算啥物咧？是阮上熟悉的好朋友。嘿。了解。讲这关不得了啊！你爱好为这个倒面，安尼变过，啊人为后骹，啊这过程中你的骹、甲手、甲身躯拢袂用拍着涂骹，啊你啊为这头都变过来，哦，来这就是你过关。爬一年啦吼，讲的真简单，做的真困难，足困难的啦吼。那阮艺人队啊，大概拢是派出迄个海产嘛，对无？啊无一届过嘛。对。啊今日咧？嘛袂过。
今日嘛是海选吗？我要挑战一摆。你挑战几届啊？啊，就是倒位啊失败。因为阮后壁这个观众拢足介意我的。你看到无？伊来这节目是为了我的，我也无做互伊看，我吞袂落伊啦。爱豆。你开钱交朋友？我真的啦。啊，真的吼。这是你第中辈的乡亲。 嘿，我一定要试看卖的嘛。对啦，我一定来过。我一定过，我试看卖的。爱试看卖啊！啊，彤彤有话要甲你讲哦。嘿，因为这关真是困难，只要有过关就当摕着红包。你要分我对啦？你有我小考入钱。哎，嘛是爱你有成功啊，对嘛？啊，准备好啊未？好啊。啊，这个会歹看未？我无好看过啦。啊，无好看过啦，吼！要开始啊！开始啊！哎，找他来哦！快丢机，快丢机哦！哎，伊个红棍规头拢红去啊！嘿，无要紧，无要紧。海选你去倒位啊？失败。有了啊，较成啊呢。倒位。你刚刚有怎样学误会呢？有早讲红啊，用红啊呢。 有啦，我差不多大概拢有愈头前。啊，这届敢若是上紧失败的。这届哦，这届我感觉在倒来猜一唔对啊。歹势，拢是共一个刀啊。敢共一个吗？嘿，拢共一个。我顶下登去有搁练呢。无。这道确定？确定。嘿，拢是这道啦。无啦，要无来啦。好明白啊嘛哈。你的示范。海选啦，海选失败。 有雄心的挑战无？来，国语，伊看袂落啊啦。超准的雄心。哎，加踏踏车来的雄心。哎，一直刚有在练哦，铁人三项嘛是去比赛哦。你看，阮真就有过关的人拢较散，对较有机会。啊？你跳出来。你也过，我加一包给你啦。哎，你会使吗？海选你讲的我哦。可以啊。我摕我家己的啦，我摕制作单位的啦。好，请注意啦。有啥物话想要讲的无？我想要讲的。我就听听，你放轻松。后边拢是你的乡亲啊，对不？哦。倒来。来好，还没开始啊！来，乌龙蛇道。加油！我会挂，时间无挂。来。哎呦，两抽呢！这是上困难的所在。对，就是这边。我穷啊！你的倒脚会使为正平去，啊，正脚吼会使落去，伸落去看卖。为头一正面，卖啦，爱夹着。一支卡来哦。一支卡1点多啦。嘿。对。这里哦。啦。你一边去就好啊。嘿。哦。我靠！哎，你也成功嘞！你这样好这样对。我钱就要摕出来给你啊，你来摕。啊，你的 pose 哦，比海上好看，更较侪呢。有机会呢。差一万呢。咱来看一下乡亲们来挑战。哦，啊，有人要来挑战无？这若过就有红包。拢举吧。这个球队那愈行愈后边哈。来，哎，什么大名？玉伟啦。今年几岁啊？我今年16。哦，少年的来，我是内底上少的。忙嘞。其实你免讲啊，拢看会出来啦。所以体能也上好诶。系啊。哦，那看你的哦。来，请注意。来。乌龙蛇道。加油！哎，你的队友。爱加油一下啦！哎，大家来哦！这边卡这边，来哦！这边买菜，来，一支卡来哦！少年呢？你感觉是啥物问题？你感觉上困难的所在是倒位？
刚开始都要我们的。对啦。你买派去找他。系啊，那个学派去，要唔过伊拄啊是吼，到遮下骹呢。你行一半啦。我刚刚外核心。无够。哦，谢谢啦，失败。来，你要叫来，好，这位啊，脚长手长。嘿，什么大名？博彦。博彦哦。你好。啊，你看蔡英这人耍啊，你有啥物撇步无？嘿，有变倒过无？也未啦，啊，就是这届啊。啊，麻刀啦！啊，看到问题啊！看到。哦，啊，都有问题，也是伊有问题。伊有变变。哦，请注意。加油！哇！哇，这管，讲啦，较长哦，较大机哦。好用哦。哦。来，准备好啊吼。好啊，好。来，乌龙蛇斗。加油！博彦，加油！哦，来，找他来。哎呀，叫豆头对吗？哦，这豆头较搞啦，吼。他要去寻等啦。哦。寻等嘛不行诶。爱一步一步来啦，吼。好啦，歹势啦，失败。啊，今日还无人过呢。不困难呢。排球队诶。来，真的假的？哇！学长头来讲学妹，有你学习呀。来哦，你准备好吼。来啊。哦，请注意。加油啦！系啊，你若是过关吼，你就是好足侪人歹看。等下哦。来哦，加油！乌龙蛇斗。加油！来，找他来。卖着机哦。我天啊我！伊有红外哦。卡先过。哦。哦，为着要抢阿伯讲唔放啊。系啊。要来啊！来！上尾步啊呢？我感觉伊足轻松诶，就差一点点啊。拄啊是拄着啥物困难？都有问题了。还是你无力啦？无力啦。啊，不过已经足厉害啊呢，足可惜诶，差一步尔。系啊。等下，阮公爸嘛，后面的哥哥、姐姐，你有意见无？对啊。可以讲一届机会好无？快过。哦，要讲一届无？快些甲吹落去。你家己讲会用诶？你 OK 吗？OK 吗？你会跳一个无？要跳这不？啊？小跳一个。啊，够人要挑战无？后边阿伯。哎呦，学长。哎，学长嘛是为着学妹啦，嘿啦，一起互学妹看。学妹安尼受苦啦。嘿啦，哎，请注意。等我莫紧张，豆豆啊来就好啊，吼。加油！你若敢若伫要哭啊，你唔免安尼啦。嘿啦。而且你有啥话要交代啊？嘿啦。这太多袂尴尬啦。是不是海鲜甲你逼的？无。啊，是不是暑假作业还未写？你要开下啦，哦，准备好了未？来，乌龙蛇斗。加油！来，卖记哦。好，来啊，就是这哦。哦，收到机吧啦。啊，拄啊是安怎遐？无简单吼。小技啊，困难呐。你表现了袂歹，吼，你搁转去练练呢。谢谢。同学。学妹啊，同学啦。同二啦。你准备好啊吼。
要过关啊吼。看你的哦，我今仔拢还无人过关哦。是上有力量的。对啊，就是你呀。吼，来，加油！来哦，开始啊哦。哎。哦，两舌刀。哇，麦记咯。麦记，你即马知影不要怎？知影算啊。这里较慢的哦，较慢的哦。来啊！啊！啊，伊可能无力啦。溜手啊啦，无力啦。手老手寒啦。啊，拄着啥物困难？哦，无力啦。无力啦，叫人生两摆。一届吼。哇！人无力啦。又一届。哦。真正是你的粉丝呢。是啊。你连超短这么红哦。哇！我白一届啦。麻烦你啊啦。后壁你的粉丝讲过一届啦，吼。啊，我唔知影制作单位要落无吼。跟着爸爸。咱就现在开始哈，乌龙蛇道哈，啊，分解，安尼开始。啊，咱也无要坐啊。等我啦。后一关要算啥？我们算的就是。我来个啊。安怎白啊，学妹。即摆在你问老师，敢哎呀，嘿啦。对。哦，哎呦。我。We ready,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We don't back down, no.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 後一關要算啥？等我啦。我们算的就是。我还没差不多啊。安怎白啊，学妹。学妹。即摆在你问老师，敢会算？嘿啦。这个卡先。对。哦，哎呦。你歪一边，你刚才看的人拢是袂歹哦。头毛面的啊，头毛生，你个即摆讲你正面的。对，袂歹哦。袂。鞋啊，袂歹哦。鞋啊，刚刚足贵的呢。大家搁等一下。我，来啊！哦，没错啊！我拢无出着力就白了安尼。后壁，啊你来流汗啦，你来流汗安尼啊？系啊，就像我一直咧甲你白你咧流汗。系啊。我的手有一个鞋印呢。为什么？安尼啦。其实我嘛要成功安尼。对啊。总算是过关啦。你讲会出嘴。我淡薄互恁害着咧。我自己嘛会使。够失败。不啦，你开时阵哦。一定呢，等你涂骹啦。无我好，我是三脚长。哦。我三脚长。刷去啊，刷去啊，修补啊，修补啊。系啦。我们来去后一关哦。哦，来。这关是什么？这关就是稻草人跳起来。哦，要安怎算嘞？还有一个跳跳的机器，跳跳的机器啊，安尼甲头前5粒鸡龟啊，甲吐互破。哎呦，跳互破了哦。爱紧爱准哦。爱准哦，啊过这个纸后摆时阵袂个卡着哦，跳过去跳过，啊搁跳到后壁还有一个游泳池有无？甲跳。跳入去。无啦，唔免跳入去，就是中有一个棚有无？你爱用为中迄个棚跳过，甲中上尾啊，迄粒鸡龟啊，甲掟破。我来遐，爱着过关啊啦。不，我爱算上紧的人必须过关。对。必速度啦。必速度啊。这就是跨栏的概念。对。你想啊，袂用派哦。好。倒一个乡亲要来挑战。我会分析啦，要先跳啦。哎呦。
万寿之王，厉害厉害 King of Animals。啊，海势，你刚真正是海产的粉丝？当然咯。啊，伊介我就久啊啦。你会敢讲无？小辉哥，小辉哥。哎呦。平常时啊，敢有咧算这？有跳过吗？啊，运动无咧跳这。哦，今日来试看试看啊，试看啊。阮比时间的哦。哎，这有咧记哦哈。哦，来加注意。来，你准备好了吗？好，来。跳超人跳起来，你哪一个？你不专业还是哪一个？主角是不是啦？哎呀，主角嘛是你对不对？好。本类一开始是你啊，够拉斯够家己拉斯够呢。哦，恁静一下吼。跳超人，好未？跳起来。哦。卖啊！开啊！喂！一个2点呢，那真厉害。下方你是要去对哈？这个比赛歹看。哦，对吧4粒，总共爱5粒吧吼。来。啊，正一下。无你这跳不简单呢。跳起就好啊。好。来，加油！哎，水底就甲跳入去哦。嘿。有点冷啊。说串些。哦，水，系啊。安尼买，加油！哎，加油一个哦。为边啊跳过去要到啊啦。我高铁要在啊啦。哎，这想我较悬哦，拜托的啦。跳起来啦，嘿。哎，有要紧无？加破着2粒。哎，别到位啊啦！谢你哦。哦，等下哦。伊要入去啊。嘿啦，安尼较凉啦。加油！跳开！超人跳开！喂！哇，难跳啊！这串人。加油！哎呀，我哪会骨头？喂！阮彤彤足可怜的呢，你勇敢呢？哦 ，OK， 好够啊！嘿，我相信刚刚是故意的。哇，哎，厉害！哦，凉。哇！今两日只安怎称呼啊？嘿，哇，阿牛啊！今日2好算无？哦，凉。啊，就是牛咧洗身躯啦，嘿啦。你有一个。哎呀，人咧做咩感觉讲？我闪了。哎，穿甲安尼吼，嘿，你唔是运动的吗？这比运动更好跳。更加跳啦！哎要给你呦，拍着啊哈。哦，真的。嘿啦，爱支持咱艺人啊！加油！老百姓啊！哎，啊，今麦到底是偌久？哎呀，到时要看。我就这。差不多10分出头啊。无啦，无遮久啦。较久啊，5分半。嘛无啦。哎呦2分51秒。袂歹啊。OK。哎，你是淡薄软卡？唔是，迄唔是软卡的问题。咱少年人啊，咱讲软卡，机器歹。机歹啦。看拖开上台啊。好啦，哎，啊，拄啊是你的粉丝嘛？有啦。啊，刷落来咧。伊拢甲你加油啊！这有 me too 的问题，我唔敢啦。哎，刷来是恁海产呢。加油姐！好，加油！哎，有啥物撇步你也甲讲啊？其实吼，跟我说讲，嘛无讲撇步。我就叫车开提药多。哦，来，请一位。哦，准备好了未？哎，散。这我
上高我就跳这啦。啊这哦，我细汉跳到大汉的啦。哦，你要插啥拢会使啦。哎呦哎呦哎呦，代志，爱看伊的粉丝安怎讲啦？对啦。伊会赢过你的迄个时间。哎，我等下买2个车你啉。请阮全部啉啦，好不好？哦，哎呦，好啦，哎呦，一度叫偌济？时间偌济2分51秒，51秒。好啦，来哦，来，钓超人跳起来哦！喂，你这样哎，摄影师惊死，你是去倒啊？摄影师惊死，摄影机就贵的。哎呦哎呦哎呦，水哦水哦，看起来，这我看起来，咱等下有一条汤好啉吗？哦，2粒、3粒、4粒，哦4粒啊哦，我1粒尔，1粒就好。来，哦，来，加。哦，哎，你都无咧笑啊？喂，你这半时过呢？拜托你会当行正道无？嘿啊，我讲进度。嘿，刚就窜。喂，是你。哎，时间已经在走哦。我就成功诶！你在破坏岛国。最了解哦。下跪，哎，你个阿个捌久呢？哎，这个给捌久呢。我来讲伊啉酒醉呀。我没有看过啊。你买打东啊？你要打东啊？可能你较细个，等下伊若拨入去，你搁打。下跪。哦，加油！下跪。你弟弟跪啊？好啦。你妈妹跪啊？哎呀，别跳啊！你嘛疼，你鞋啊嘛疼，啊，不过你的目镜就莫疼。时间够哦？有啦。我连头发都给烫掉啦。看，拍看。哎，可能我得感受。哎，来啊！冲嘞！你就恐怖的啦！你是不是想要哎，搁水？一丝啊尔啦！哎！哇耶！你再画出来，你妈是感觉？你是啥物？不关机。跳蛋还是啥物？跳两啊！跳能？还是你生能啊？完蛋啊！哇，能去啊？两卡，有过关无？有吗？无哎，你爱来看时间啊，家己看啊。会当啊，有过关了吧？哎，你的喙唇搁白去啊？哇，生个白发白了。哦，我感觉你生了比你粉丝好。对啦。哎，你感觉你有赢无？我感觉我对得起家己啊啦。哦。对得起这个节目啊啦。无啦，这拄啊这想啊这啦，浪费太侪时间啊啦。但是迄个画面感觉怪怪。这是。伫咧水的头前，敢若有人想袂开哦。哎，这若是看你的，这若是看你的海边啊，这就是水流失啊嘞。有啦。嘿。爱报警啊！嘿。我要 Q 回来啊。哦。嘿啦。对啦。啊，画面无啥好看。啊，你想讲你是差不多几秒？我感觉我慢2分钟差不多。2分钟啊？2分外钟。外钟啊！你的时间是？嘿。好。We ready,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we don't back down, no. Let's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 啊，你想讲你是差不多几秒？我感觉我慢2分钟差不多。2分钟啊？2分外钟。你的时间是？嘿。 2分。好。 32秒。哇！还是这么呢，其实。你要请饮料啊？多谢。绿茶无糖啊！哦，哎，各位当老点的，绿茶无糖啊！哦，拍下我的这开战，谢谢。好，几位挑拣价。好，来，无人要来。大家看到。是你吗？确定。好啦，你来算看卖。算了会被讲话哦。嘿。 啊，试看卖啊！然后试看卖啊！啊，你看伊个面，水拢白去，伊个喙唇甲伊个头毛共款白啊。啊，平常时啊，敢有算过这？啊，这你有跳过吗？没有。好，来试看卖啊！哦，看声互伊，请就位。
个公公啊笑，是哦不是有淡薄反悔？你看即摆会笑，你紧笑啦。我口疼你，等下就袂笑哎啊！呀，啊，等下你就会变安尼啊啦。哦，来哦，准备好哦！加油加油！稻草人跳起来！哎，来，哦，水，哇！空中停1秒。讲一粒，哎，哦，水，你免个打破啦。系啊，系啦，别生气啦，爱跳过，系啦，受忝啊啦，你管你糟蹋人啦。系啦，哦，这难的啦，这两关就难的啦。哎呦，你的脚哪会拢会翘起来哈？哦，这里，精彩啊！直线7秒。哇，跳到水内底啊！看跳怎么扔他哦？你看脚软软的。加油！哎，够有时间哦。哎，无得卡一是第1名哦。哎呦！两节啦！这个搞，别搞啊！两波。哦，哎呦，厉害哦！我感觉少年还是无共款。哎，一个会笑，我会串。真的呢？对啦，哎，这跟年岁有关系啦。哎，你今年几岁？啊，你今年几岁17岁啦。对啊，差不多啊，17，啊我35岁，他64咩？哎，阿牛要坐吗？讲要坐，好，哎，啊，你想讲你偌久？ 3分钟吗？无啦，那有要你讲一个，伊几分钟？你敢知影？你最厉害系的。啊，你较有信心的啦。你是1分58秒。哎呦，上紧的啊！你是第1名。哇，你是上紧的查甫人呢。系啊。慢安尼讲。慢讲。啊，你有欢喜无？哦，欢喜。多谢你。多谢啦。人在挑战。嘿，这。哦，嘿，哎，什么大名？佑宏啦，哦，啊，听讲嘛是受正宫的跳舞。对。嘿，哇，好，叫做跳舞。对。啊，平常时啊有咧跳这吗？你会跳啥？无哦。冰城啊。哦，跳冰城。哦，哎呦，啊有信心无？好，来，请就位。哎，你爱加油哦，吼！上尾一组跳舞跳舞，准备好啊未？稻草人跳起来！哦，水哦，哦，一粒拢无哦。水哦，有啊。哦，哎，那安尼，哎，跳恰恰，赶快！哎，安尼嘛。好啦，送你啦，迄送你啦。哦，啊，搁2粒，搁有迄个定杆的声音。哦，水，来！哇！系啊，哇，有够厉害！跳舞呢？哦。这里，来！哦，这好跳的嘞！没生气啊！跳飞嘞！该跳落啦！好起啦！哦！加油，要过啊！两波！是叔啊！哦，来耶！哦！哎，厉害哦！厉害！哇，足紧的哦！有串哦！该跳登来啦！哦！谢谢。哎，足厉害呢！这串的啊！哎，伊唔捌跳过这呢。哦，今日表现敢遮好。这个拍下去，拍卡上，无共款。嘿，共款，拢足跳的。你头先会飞，系啊。刚好嚟接球。哦，有练过啦。哇！啊，系啊，你知影你的成绩安怎无？你感觉会赢无？赢海产？赢一寡。到2分钟以来。有。一定有啦。赢弟弟。一定有啦。报互你知好不好？好。好，几分几秒？ 1分27秒。哇，这个真厉害！哇！那你放球时叫什么名？甲讲出来。
成绩搁报一个好不好？来，鸡王2分51秒，海产2分32秒，黑白球队的1分58秒，棒球队的1分27秒。对啦，去颁奖。恭喜你！啊，有得奖感言。哎，有得奖感言。就错呢，能看。红包要安怎用？敢有收过啊？你嘛？哎，真去会甲恁的是大人讲啊，你是有赢过海产啦？有啦。你怎么知啊？今麦多谢各位乡亲。今日来到这个真正是好所在啦。真的。哦，哎，你看，哎，透早吼。哎，博宇哦，请你讲迄个名，不要吃，好哩，有够好饮的啦。多谢博宇，啊，有啥物所在？我感觉迄故事馆，故事馆，不是故事馆最好耍的，咱看到迄小梁哥迄个时代，啊不是阿公阿嬷迄个时代，够进前啦，够进前，阿公阿嬷迄个时代，足侪足趣味的物件，足高水的啦，足好耍的。嘿，海产有啥物代志吗？我感觉钱足歹趁的，爱欠钱啊，对啦，嘿啦，来录了就知影钱足歹趁的啦。超准哦，我感觉足好耍的啦，超准去看迄草鞋，有一定会来啦。对，我要买一支来才跳啦。啊，彤彤呢？我感觉这乡亲就热情的啊，就热情。而且这工艺啊，我是感觉是传统啊，拢维持甲足好的。真适合大家做伙来观光来遮行看看。稻草就好耍的。对啊，哎，有足侪老师做迄个文化传承。哦，雨欣。我感觉无来过，对遮无啥物印象，要毋过即摆来了后，对遮印象就好诶。哦。足侪古早味的，你头仔讲迄梅仔汁。是。啊，个草鞋，我无试过。即个来，感觉真正袂歹。我以后应该从爸爸妈妈来食啦。哦，啊，佮知影诶，草鞋蹲，这名是安怎来的，对无？哦，我吼，我来讲哦，即摆吼，我真正感觉草屯的乡亲足热情的，对无？伊真正足活泼的呢，会用甲这公益馆吼，升到变成水上乐园，足好耍的，就当做好过诶，就当做好过，人家就厉害。谢谢啦，谢谢他们啦，谢谢。好所在，哎，上尾咱在地查某孙，就是讲我足欢喜，当带大家转来，啊，就想起我阿公阿嬷迄当阵啊，对我足好诶，啊，一直试看物件食，一直食，那就要诶，无要，我即摆有搁较侪回忆啊啦，就是甲恁做伙转来耍。是，哎，啊，今日制作单位呢，嘛有一个礼物爱送互你，嘿，有礼物哦，对，咱拍声欢迎一下，好不好？来，哎，博宇的爸爸哦，哎，钟嘉恒博宇的爸爸哦。你唔知老爸会伫遮出现？对啊，无人知影咧。我出门进前讲我明仔载袂转来哦，明仔载应该袂转来。昨这总是讲，敲临时敲电话讲，啊你今仔会转来无？嘿。查某囝来这录影，我一定爱来，太了，简单啦，对无？要甲阮查某囝吼，阮一个模范查某囝的。查某囝啦。哦，模范的女儿啦，哦。查某囝哦，哎，也毋过吼，阿博宇哦，一个人哦，在台北拍拼嘛，嘛是足辛苦的啦。是我种了解。爸爸看了足唔甘呢。当然咯，当然。讲啥物话要甲讲呢？无啊，阮查某囝是真独立啦，但是看伊哦做艺人了吼，即嘛是无眉无日啦，有当无眉无日啦，啊有当时啊应该掠啥无相加。嘿啦，就是安尼。嘛有一寡同事哦，奇奇怪怪的。了解。你莫伫我丢人爸面头前乱讲啦！我丢人爸。莫伫这个头前乱讲啦！啊，对，嘛是趣味啦。啊，宝贝女儿。是啊是啊，啊是真足感心的啦，阮这个查某囝吼，啊阿公阿嬷若足懊恼的讲，哇，阮查某孙哦，遮尔水，遮尔高水，是，啊表现佫足好的。系啊，足拍拼的啦，哦，人缘嘛足好的，吼，阿博宇咧，足意外啊，系啊，多谢爸爸啦，系啦，哎，
讲两句啊，甲爸爸讲两句。讲实在吼，阮查某囝做艺人到今嘛，我捌去探班过。哎呦，啊头一届哦，超到来超到这我故乡我伫遮说。哦，啊，就献互阮这个节目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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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呦，啊，今日真是哦，够好耍，够温馨，有无？吼，啊，爸爸过来甲阮斗一起，够后边的乡亲哦，谢谢，谢谢，谢谢啦，哦。爸爸，啊，各位乡亲，甲阮做一个乌白威廉 fighting 好不好？fighting 一下吼，准备好未？乌白威廉之完工来收听 fighting， 谢谢谢谢大家。波宇妹妹，若要倒一摆，会用的无？哎，这是在地呢，在地乡亲呢。哦，两舌倒。无啥稳呢。我相信我会体重。搞到了，哦，水呢？来啊！哦，水在我，哦，就是。这可以练习，后盖过来学习。这爱练啦，这无要练袂使啦。